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登去伊母校高雄中学参加毕业典礼，人气真旺，受到学弟热烈的欢迎。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登到母校高雄中学参加毕业典礼，受到现场学弟热烈的欢迎。有人提伊当时学生时阵的相片，也有人提伊顶摆选市长的旗啊，甚至当伊上台的时阵。各位同学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 学生好，市长好，或者陈其迈唱甲唔知要安怎演较好，现场气氛加真活泼。下次那个相片用好看一点。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代表民进党参加高雄市长的补选，明朗化地出席母校雄中毕业典礼。接受访问时，伊讲到参选的决心。我今天来参加雄中的毕业典礼，哈，那也许不久的将来，这一两天，也许会有我的毕业典礼。 高雄市长补选将于8月15举行，陈其迈最近已经开始咧走基站，不过国民党这边还未推出人选，民众党发出讲拿白配，进前就搬去高雄的民众党立委蔡炳如敢会参选，目前也未明确。另外一位国民党市议员黄孝庭表态愿意参选，伊嘛感觉讲国民党家己有这个实力，无需要拿白配。国民党在高雄也有一些青壮派的一些。 有实力的议员哈，我们会推出自己的候选人。民进党对着高雄市长的补选选战已经开始准备啊，国民党人选也未确定。党主席江启臣表示讲，高雄市长的补选，国民党一定会参战，会透过一摆过一摆的真材实料，重新争取民众的信任。